伫咧台南中西区的卢祖庙，也就是关那街烧金，高阿袂记咧摕即句俗语的发源地。即马这个土地有一寡是私人的，最近这个住户要征收，文书界也伫咧烦恼讲内面上百年的建筑物会受到损害，希望政府就要保留这文书空间。文化局是回应讲内面有真侪建物拢有改建，无法度分辨本地面貌，则无法度来列册甲因追踪。因为安算讲要伫遮设一块告示牌啊，互人知影这段历史。 阮阿记下伫厝顶边仔，有古早时代砖仔贴的壁刀，已经看袂出庙的模样。这其实是台南百年历史的李祖庙，除了是清代府城三大基案的场所，嘛是日本时代甲俘虏使用帮一个源头。即摆部分土地变作私人的，高达村4户住伫咧这块地。有文书工作者日前发现偏殿咧做征收，因烦恼者互人拆掉，希望政府重新审议文书的价值。 但是即马就是讲这几户，你要争取要保存的话吼，可能困难度较悬。市政府的想法是可能要大家处理掉安尼。会当较重视吼，甲一寡物件留落来，互大家讲哦，原来台南的方式是咱遮开始。台语俗谚，关那鸡烧金的典故是光绪8年对遮传起。早前有俘虏就烧金甲内底回箱偷来暗去，为了通更较花紧，尾手伊故意回头摕糕仔饼转去送回箱。文书工作者讲，烧干后壁爱搁接糕仔未记即体才完整。伊意义拢无想讲，对啊，拢无了解。去跟这个僧人表达他这个爱慕的情谊，也有僧人敢不守清规，然后跟这个妇女私通。寡拿给小给嘛，后面一句话更重要，现在格也未给你退。这个是一个民间文学的版本，在这里是最精彩的部分。早前文书处专案小组有去勘查，因为建物有改建过，看袂出本正的形态，尾处才无列册追踪。不过因为考虑未来会采告示牌，互人了解这段历史。历史现场的这个调查甲纪念物的设置，吼，这个办法啊，透过各种不同款的方式来评估看卖。文书工作者指出，这段典故有真侪不同版本，不论是倒一种民间故事，才有缘有历史的分野，因望政府爱注重文书空间的保存。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。